天这两定啊！启禀元帅，这是元顺队的遗物。是，你无掠着因？伊已经自尽身亡。哦。以后面你叫我是主帅，现在案件是我的天，从今以后，我要自立为汉王，领导以王爷尊称于我。是王爷。本王顺利攻陷案件，恁两位也入下汗马公路。本王若消灭各地藩王入关建国了后，恁两位就是我开国的大功臣。王爷，现在天下尚未统一，直接朱洪武进兵攻下金陵城。你讲什么？朱洪武攻占金陵城？是啊，这是拄才得来的消息。王爷，朱洪武在金陵城受到各路英雄的爱戴，为兵马大万岁。听讲最近要去进兵平乱各路的反哦。要若安尼讲，本王的实力，恐惊无我道敢相比。我必须要邀请的幸运也来见。王爷，你请朱洪武进京有何用？哼，一山不容二虎，伊若无来便罢，若是加进案件一步，我就是要伊插死也难归上天。听讲陈友良一想攻下案件，送拜帖予咱主公，敢袂讲要招咱主公联名啊？安知啦？你知影啥？咱主公吼，深得民心，陈友良惊到啊，所以才要求咱甲伊合作嘛。有理，有理。哎，若讲你大可是好看头，那你的头脑实在是比你搁较误。安敢有搁讲唔对？若是讲咱主公哦，即马名声细挂挂，谁人唔知啊？吼。就是安尼嘛。有良阴险奸诈，疑心背刺，这件代志，假使主公若是去案件服用，你敢袂当保证伊会当安全倒转来是？陈友良伊是讲安怎？就是啊，嘿，哦，伊若是敢讲，嘿，做对来讲，咱的兵马吼，实力是比较强的，嘿，主公，咱要马上派兵马攻打案件，将伊甲堵掉。但现在绝对袂用个冲动的，假使若去扰乱着大兵将，会害着遐无辜的百姓。老先生，你认定讲伊陈友良会聘请，是毋是心中有意？伊当然是诚意的邀请，不过其中必定有情意。伊现时已经有充足的条件要甲你谈咯。无啊，主公啊，假使若是讲干那要讲条件尔吼，无关系，安湖大海，甲你斗阵来去见。主公，但有良这个人心狠手辣，伊害死妻王，而且迫害妻姑娘，这是大家拢知影的代志。伊的邀请一定是阴谋。主公，你千万不能自投伊款头。老先生，陈友良如此目中无人，你是军师啊，你着请你替主公啊，来谈一个出兵的妙计，哈，咱来攻打案件。这攻打案件。不行的，上将军，请你大家唔好冲动，无得靠伊陈友良要来聘请我，是有意要甲我商量国家的大事。主公，案件执行必须上将军甲伊大海随行保护。老先生，
只敢若派因两个去，未免太危险了。是啊，徐将军，三人另外有任务要派互你。小姐，听讲主公要去宴行，你一定爱出面阻止。这件代志事关重大，千万免让主公冒险去赴约。七姑娘，皇母决定的代志，我实在是不便去阻止。又搁是关系国家大事，我要哪会敢去干涉？小姐。太危险啊！也姑娘的好意，讲不尽，受用的有啊人，做的自行。多谢你来甲我提醒，我会尽量替皇母较小心的。原来七姑娘就是伫遮，老先生有事相请。收获了宴行，为国立了大功。皇母借花敬贺，敬汉王爷一杯美酒，恭祝一战成功。多谢。朱元帅，你太客气，你会当攻占金陵城，论这个功劳我未晓，本来就敬你一杯，表达声，感谢。汉王爷，皇母为国尽忠，乃是本分啊！本王已经进宴行，消灭恶患，打败元帅。朱元帅，你在金陵，我在宴行，国旗一方，天下难归一统。本王邀请你进宴行来的意思，乃是希望你将金陵义分。父我为君，武功高尚，你大家嘛是一个王位啊，唔知恁意下如何？汉王爷，有道是天下非一人之君，乃道着化为天下，有德者，大家拥护为君啊。朱元帅，本王立军建国之时，
昔日聪明老板行武，进攻涵养，成功入城的人则为君，晓者轻视。本王已经进入燕京了，您应该俯首称是，扶我为君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代志。汉王爷，王者发罪救民，罔顾朝令，我父母一生只想救国救民，绝无为着家己要建基立业做皇帝。朱王母，哪你想要带我们地作？汉王爷，您得自爱者，责任为君。如果有存心不良企图，怎能得天命之顺结，民心之顺和呢？搁再讲，令君爱知影修身治家，治国平天下，防止外邦的侵犯，使百姓会当安居乐业，国家富强。假使是为着家己的利益伫咧打算者，安尼敢是一个暴君？朱王母，你家当年教训不容。不义的伪君子，你便妄想要自立为王。今仔日我要替阮这王报仇，就得帮你干了。启龙，你看这什么所在？你讲，什么所在都拢同款，就是要图谋尽心计，骗我身份，然后毒死阮这王，搁再利用阮这王的兵马替你拍天下。你是一个阴险的奸盗。来人啊！将阮大家抓起来！亲明代志已经投降反正咯。但了了，无重无量，你喊了后，你也无人听你的命令。阮是王爷的子弟兵，怎样甘心受你利用？哼！原来你早就通无好，你应该明白，大将之才必须具备治人用义这四个条件。亲像你是一个天下的大罪人，无人会信服你。老表，恁大家来了啊！我想要去叫七公王死呀！唔通啊！哼！你千岁不容一时，本王今日才用伊拿你捆绑心。陈六娘，赶紧将伊放手！你爱知影仁德开人，众生所归，公望天理人情，若无你有无好的下场。陈六娘，你若要我，我想要七个方死。赶紧放手！我要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别理我！你是什么玩？我的王岁，上跪！上跪！你还没忘了我的王岁？
种人员，这是天数，天数！我要换代心，英勇自断，强夺万我是记世上的人，我陈友良，我陈友良拍地位为红母者，明太祖平定建乱以后，就建都金陵城为应天府。老撇阮功成身退，归因青山修道，从此全国统一，天下太平。